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1月15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今天胡适走势集体下跌，截至收盘，沪指跌0.43%，深成指跌1.03%，创业板指数跌1.82%，北证50指数跌0.28%。这个走势，因为昨天是一根大阳线放量，今天走了这么一个阴十字星，很难说明天会怎么走，可上可下。但是我依然要提醒，反弹是逃命的机会。那么今天的成交量又缩量了，变成1.2万亿。首先这个量就说明问题，量能不足。3500只个股是下跌的，个股涨跌比是1:2，大部分股票在下跌，在回调。从板块来看，除了小红书板块迎来了泼天的富贵，泼天流量就这么来了，其他的板块基本上都是一日游。小红书板块今天继续上涨今天立下汗马功劳的还有银行股，早盘银行股逆势走强，其中招商银行、兴业银行股价再次创年内新高。这个券商表示今年初至今银行股表现平稳，好于红利板块，核心原因在于银行股基本面对应的正股仍有确定性较强的价值空间。目前这个银行股和房地产股一样，都不值得冒险，不值得去接盘。我在别的节目也说过了，银行股它目前盈利能力、盈利水平、经营状况都要打个问号。昨天由于沪市暴涨，沪指涨了2.几，是最近2个月来比较罕见，所以沪市再次登上了新闻联播，居然给了沪市难得的几分钟的宣传，说证监会数据显示，截至今年2025年沪深两市春节前特别分红创历史新高，沪深两市共310家上市公司宣布实施春节前特别分红，这个是真正的发红包，拟分红金额达3431.9亿元。上一次新闻联播报道 A 股还是去年9月30号，所谓的闪电流或者是这个反弹启动的时候，当天沪市是暴涨。这一次新闻联播继续报道，什么意思？大家心里有数。我想老股民还记得以前人民日报喊出4000点是牛市的起点，结果后面这个沪市一路狂飙，迎来了一个半夜鸡叫。所以越是这么宣传，大家越要小心。我们再看看外资，这个海外机构现在又看多沪市了，这个抑扬毁三观，不光是毁金融消费者的三观，也毁这些海外机构的三观呢。这个瑞银证券说 A 股将成为新的居民财富蓄水池，对2025年保持乐观。瑞银证券中国股票策略分析师孟磊在第25届瑞银大中华研讨会上表示，相信两会之后有更多政策特进，叠加盈利增速的反弹、成交量的回升以及资金面的改善，A 股总体上会往上走的局势，对2025年保持乐观。这是澎湃新闻报道。这个海外机构为了沪市，那也是操碎了心，不得不频频的创造新的词汇，因为已经没有办法形容当前的沪市，怎么说都不对，怎么说都有可能挨耳光所以瑞银它居然创造了一个叫居民财富的蓄水池。我记得以前说那个蓄水池，那指的是房地产，现在沪市市值才90万亿，而且这个左右房地产目前说法不一样，因为它一直在下跌。那怎么着400万亿还是有的吧？我觉得最高的时候600多万亿，650万亿。如果作为居民财富的蓄水池，那这90万亿对应的那还涨好几倍，要不然你这池子搁不下。那个池子从650万亿已经缩到400万亿了，那还有那么多呢，你这股市怎么接？这个把沪市说成居民财富的蓄水池，这就不是简简单单的看多唱多中国股市了，那属于极度看好。瑞银有没有满仓？是不是实盘？我们再看这个专家又坐不住了，专家建议尽快恢复 IPO 及正常的做空机制，努力培养牛长熊短的慢牛市场。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张明表示，在股市政策方面，中国政府应努力培养牛长熊短的慢牛市场。相关政策包括：第一，继续完善中国资本市场的治理机制，营造保护投资者、严惩违法者的股市文化；第二，尽快恢复 IPO 以及正常的做空机制；第三，加大地方社保资金、保险公司、资管资金等长期投资者与
与耐心投资本的入市力度。第四，由中央政府财政发行2万亿特别国债，用募集资金组建中国的股市平准基金，通过在市场上对蓝筹龙头股、指数基金与行业 ETF 的低买高卖来稳定市场。这个专家时候开始出来建议了，因为你指数稳在3200点，那花了这么大的力气，这么大的代价，把指数稳定在3200，难道是让你们玩了吗？对吧？不就是吗？为了 IPO 开闸，为什么要引进做空机制？这就是要遏制炒新股，是啊。关于 IPO， 关于做空机制，专家刘继鹏，就是证券专家刘继鹏，他有不同的看法。大家看视频。我们这个资本市场到底在中国起一个什么样作用？我们在这个期间，在认识论上是最关键的，始终在摇摆。一会儿说金融就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过去也说房子是只住不炒，就是我们会有一系列的不同时期的侧重点。但是股市本身可不仅仅是为实体经济发挥，它是一个重要的产业领域，是带动全体国民增加财产性收入的重要领域。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比如人均 GDP13000美金以上，大量的收入就开始要从全部都是劳动性收入，要转到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要向这边来转。什么是财产性收入？农民的土地是，农民的屋顶、光伏发电是，城里人的房子是，但是更重要的是金融资产，股市是。所以股市这一头一哑火，在中国从低到高的起飞阶段中，正是在这样一个时期，这个股市起不来了，没法增加财产性收入，谁进去都赔钱。本来这些改革的40年，我们大家都有了储蓄，说城乡居民储蓄也是150万人均储蓄也是10几万，就是这个时期我们的储蓄产生不了财富效应。所以在认识论上，我们一定要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诸多困难中，要找出有序性的排序，什么是主要矛盾，然后我们抓住了主要矛盾，就能带动整个中国经济提纲挈领式的发展。金融就是我们中国40年改革以后一道始终绕不过去的坎儿，货币金融始终就在这儿一统天下，而这个原因就是在于资本市场性。所以在认识论上，我第一个认识谈的是要对金融的正确认识，第二个是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步的认识。比如说你不能照搬照抄，谁说的金融就都得抄美国呀？他有量化我们就都得比他还要快，他有全部做空，他有期货我们就都得跟上，那不一定。它是一个200多年的股市，我们是一个30几年，而且今天又在这么困难当中，我为什么不能把你那个所谓的平衡打破？这个平衡的结果是我们17年在3000点以下左右徘徊，这是不平衡。所以我们为了实现新的平衡，今天就得寻找暂时的短期的不平衡，就得把做空机制废掉，让股市起来。4000点以后再说。股市对经济的主导作用，严格说，你说它是客观的，我看都有。大家要都信这个股市，它对经济就有促进作用，股市就能上4000点、5000点。股市起来之后，大家产生了财富效应，就能带着更多的资金，能够引导到直接投资里来，直接投资就能又拉动实体经济。我们的每一个高科技企业就有了需要的资金的来源，它就能够集腋成裘，干大事啊。所以这是个认识论的问题。当然更重要的认识论就是小平同志讲的。实际上小平同志这个改革开放40年，他的认识论就是猫论，甭管黑猫白猫，抓着耗子就是好猫。我觉得这一点对我们中国人的启示是非常大的。甭管美国的、英国的，有用我就拿过来学，没用我就暂时不学。要能把我经济搞上去，这就是符合国情，尊重了规范。谁说的你们国家搞的，我这儿都得搞？美国也在不断的尝试。你说金融品种，它里边不断的在淘汰。07年导致国际金融海啸的美国金融危机，
那 CDS、CDO 那房地产按揭打包的资产证券化没了。所以我们如果不加批判的全面照搬，特别是对金融这个虚拟经济是不行的。所以认识论上非常重要，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尤其是被我们的监管者监管。你们的周围就是中国股市的股价要起来，就是2亿股民的利益要代表。所以在这种情况，我们的监管者就要以大无畏的勇气，给它该停的就停掉，先把股市搞起来，我们再慢慢恢复啊。我也没说永远停啊。刘继鹏谈到的是认识论，说来说去就是胡适这在资本市场中的这个定位，你到底希望胡适承担一个什么样的功能？目前来看，咱们胡适不管他怎么宣传的，怎么说，他本质上还是为实体经济解决融资难，要提高企业直接融资比例。他目前就是这个任务。以我的观点，一旦政府对股市如果有什么目的，这个是不是本身也就违背了市场经济啊？正因为这样的目的、那样的目的、那样的目标太多，导致胡适越来越扭曲变形。实际上，这个胡适就应该打造成一个公开、公正、公平的这么一个交易市场啊，就像一个菜市场一样的。如果政府在那儿设一个菜市场，你的目的是为了卖冬瓜，说我今年必须要多卖冬瓜，明年他说我要多卖点西红柿，后年要多卖点牛羊肉。如果你要带着这样的目的，你那个市场一定会变样。如果你的菜市场仅仅是为了我保证对不对这个买卖公平合理、公平竞争，那样的菜市场恐怕才符合当地居民的需要。因为居民需要什么菜，菜贩子才会去进什么样的菜。菜贩子自己想当然的去采购很多菜来卖，居民不认可，他不买。菜贩子卖的价格贵，但是别的卖的会便宜，那形成竞争，那人家就买便宜的去。市场管理者他只用监督你这个菜的质量，你不能卖劣质的菜，你只要保证称不要短斤少两，你只管这些规则，但是这个菜市场它自然就会生意兴隆，而且还能符合当地老百姓的需求。如果你这个菜市场一设立，我就要多卖牛羊肉，下半年也要多卖芹菜，本质上还是计划经济的思维，总想调控它，越调是不是越扭曲越变形，最后变成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啊！最近这个马可波罗他就死乞白赖的要上市，一而再再而三的闯关，你说这样的一个企业上市到底是干什么？金融消费者需要这样的筹码吗？但是在现在这种调控的机制下，这种企业一上市，它炒新股说不定把它价格炒得非常高，它扭曲了市场。你再比如说，寒武纪公布了自己的业绩快报，2024年预计净亏损3.96亿到4.84亿，公司全年营收10.7亿到12亿，这个数也非常少。但是它有个好处，就是第4季度好像开始盈利了。但是相比较它的股价已经飞上天，荣获2024年 A 股涨幅冠军，涨了3倍多啊！最近市值到了3000亿以上。不过就在它业绩快报披露之前，寒武纪昨天咱们不是大涨吗？胡适寒武纪逆势下跌恐怕有很多资金就趁着昨天胡适大涨赶紧跑路，因为害怕踩这个业绩这个雷，这就是胡适的现状。刚才说到小红书概念股，说小红书 APP 现在已经被美国人占领了，最近跟小红书相关联的这上市公司莫名其妙都拉了2个涨停，这种涨停也能理解，因为这是突发利好，这些金融消费者、这些赌徒、这些游资进去爆炒一把，某种程度上也能理解。有很多人想象着这个小红书是不是也可能成为一个抖音的海外版，TikTok的泼天的流量，到了小红书，那跟小红书相关的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产生这样的联想，管它有没有实际的利好，反正是能联想，他就进去爆炒，这个符合赌头的这种心理。但是有一只股票小红书概念股叫华阳联众，就在昨天晚上美国人攻占小红书的时候，这个华阳联众深夜发布公告，公司及实际控制人苏彤于1月10日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告知书，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及实际控制人苏彤立案调查。同时这家公司2024年前3季度华阳联众实现营业收入18亿，
同比下降59%，规模净利润亏损2.25亿，同比下降87%。截至2024年9月末，公司股东总户数3.7万户。这按道理来说，那你不管是这个小红书概念股，你到底有没有实际利好？证监会对这公司以及控制人苏童立案调查，按惯例，这只股票应该是咣当好几个跌停才对。结果这只股票今天居然没有跌停，还涨了3%，昨天涨停。业绩这么差，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实际上就是撒谎造假。就我想知道是谁在证监会对他立案调查都已经公告了，还去炒他？你说这些金融消费者，你一天到晚的死乞白赖的要保护他，到底是图什么？是害怕韭菜断根了吗？所以我一直说，股市不能走慢牛，不能走好的根本原因之一，我的说之一，那就是这个散户。如果这个散户你不给他清理干净，他是走不好的，会导致劣币逐良币。也就是说，你要通过机构，通过量化基金，通过各种游资反复的割，把这批散户韭菜割干净，只剩下30%的韭菜金，再割也割不了了，它已经成精了。只有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走慢牛，否则就这样的一批散户在里面，你不要奢望什么虎市还走牛。这个就相当于官方已经说了，这个人没有信誉，你还死乞白赖的跟人家做业务，跟人家合作，被人骗了之后，完了你又让政府替你做主，你说这还有办法管吗？我们再说媒体报道，有一家上市公司叫 ST 易仕特，叫融资性贸易造假，无实物流转，以贸易之名行资金流通业务之时，近日ST 易仕特因5年财务造假，虚增收入40亿，原实际控制人何思摩遭罚款1000万元。公司公告显示，公司及相关当事人受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和市场进入决定书，其中 ST 易仕特被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800万元罚款，原实际控制人何思摩被处以1000万元罚款。公开资料显示ST 易仕特主营业务为 UPS 等功率电子装置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公司于2023年5月因涉嫌信息披露违规而被证监会立案调查。2024年7月，公司由于存在虚增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利润总额等，导致年度报告出现虚假记载，而被实施风险警示。这个什么叫无实物流转，以贸易之名行资金融通业务之时，也就是虚构贸易他自己搞7、8家，看上去没有任何关联的，甚至这7、8家企业都不在一个地方，也有的在烟台，有的跑到大连，有的在深圳。这几家公司之间，你把东西卖给他，他把东西卖给下一家，下一家再卖给下一家，再卖给这上市公司，又卖给别的公司，就这样转圈，没有实物流转。实物流转靠仓单，就是仓库的那单据来回转，发货也是那单据，完了现金流在这几家公司账户上转来转去的。审计去看的时候只看这家上市公司，你这货从哪儿进的，你这货也卖给谁了，他只看上游和下游2家。上市公司的上游和下游中间，他通过5、6家，他把它穿起来了，实现了闭环，通过这个手段来造假上市公司，往上市公司输送利润，这不就是做假账吗？这个是一个特别古老而且特别常用的一个造假方式。如果一家上市公司它的贸易额明显的就占比比较大，那这家公司你就得小心了。贸易是买进卖出，它不是生产，说我自己买了原料然后我生产，因为你生产需要人工成本，需要电费、水费都要算成这个生产叫工业成本里面。贸易是不需要的，贸易你是买进来放库房里一放，明天又卖出去了，这是财务造假的重灾区。所以说上市公司只要它贸易额非常大，那就值得怀疑。我们再看胡锡进老师最近辟谣了网上流传造谣说他已经退市了，胡锡进变成了胡锡退，我也帮他辟谣了，但是我看还有人在那儿相信谣言，说胡锡进已经退出胡适了，就说明很多人这个认知真的是让人着急。就像那个李一雪一样的，明显的就是一个精神不正常，到现在还有人怀疑他精神正常，不是蠢就是坏有人就被那些自媒体牵着跑，很多自媒体是为了流量，他是不择手段。比如说我昨天也说了，你造谣胡锡进退出胡适的，这就是不择手段。你造这个谣有什么意义呢？你想体现什么？你想揭露什么？胡锡进老师今天他对韩国总统尹锡悦被逮捕，他终于松了一口气，感觉是胡锡进老师提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他说尹锡悦终于被逮捕了，这是韩国宪政史上首次对现任总统，说明他在韩国立位吃了牢饭的总统中也是恶劣最不值得同情的。
这个人太极端了，在大国和美国之间，哪个总统也没能像他一样一边倒的那么绝对。他后来违背法律和民意调军队戒严，与他在国际上极端表现一脉相承，所以他被捕就是报应。胡锡进老师说这个尹锡悦被捕是报应的，胡锡进老师这个感觉叫大快人心。我感兴趣的不是尹锡悦逮捕还是不逮捕，我感兴趣的是尹锡悦这个事情搞了1个月，韩国还是韩国一如既往的没有任何乱子，这是我比较关注的地方。总统都被逮了，人家照样的一切如常，太阳照常升起，这韩国人照样跑到上海去玩，没有感觉到韩国大乱呢。胡锡进老师为什么不从这个角度谈一谈呢？就因为尹锡悦对大国好像不太友好，所以被抓了，活该。胡锡进老师应该反问一下，为什么韩国如此稳定，波澜不惊，马照跑，舞照跳？胡锡进老师对最近的这个考公热也做出了评论。总体上我对他的对考公热的看法我也是比较认可。这胡锡进他这么说的他说公务员的确是好工作，特别是如果你很有奉献和自我牺牲精神，愿意一生投身公益，或者你只图安稳，对他的重视高于一切，那么当公务员还是很合适你的。但如果你像老胡一样有躁动不安的天性，旅个游都喜欢说走就走，到了地方再说，碰到一些枝枝杈杈的意外反而觉得挺浪漫，而不是走之前就要把攻略做得细致又细，一点偏差都不能有，那我劝你就别削尖脑袋要入公务员这一行了，你进去了也会格格不入，处处别扭，慢慢你会发现自己晋升的比别人慢，一辈子牢骚满腹，感叹怀才不遇，何苦呢？人生不仅仅是为了安稳。他说老胡认识很多公务员，如果让我像他们那样每天在机关里忙得昏天黑地，动不动就加班，就算工作安稳，没有被裁风险，以我这样的性格也会把这份工作搞得一团糟。他的意思是考公别太疯狂魔怔，条条大路通幸福，真正适合你的才是最优选。这个胡锡进他从正向的描述考公不一定适合你，公务员这条路不适合所有人，就从他的晋升、这个工作性质等等。我以前也说过，如果你家庭条件还可以，我是建议你不要考公务员，对吧？自己去折腾，自己去闯，因为你家庭条件还可以。相反是那些农村出身，就没有背景，也没有家里没有什么资源，一切都靠自己双手，那没有办法。如果你能考公务员也好，那就安稳一点，因为你缺乏别人到社会上去搏一把的那种资本，你摔一跤你根本就爬不起来。所以说相对这种人，你考公务员还是一个出路，把你送到什么甘肃那个乡镇也可以。公务员不都是高大上的，也很多刚考上公务员的都到基层锻炼，那不都是去乡镇吗？一待个7、8年的很正常，干得好了，干了一点成绩，说不定能调到县城，或者再进一步调到地级市，差不多就到头了。干得不好恐怕就在那儿待一辈子，牢骚满腹的，别人比你来得晚的都已经走了，你还在那儿。胡锡进他恐怕是有编制，他不是公务员，所以他说这个话还是值得参考的，值得借鉴。如果我说这样，别人可以说你看看你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胡锡进老师他就不一样了，我们很容易被假象所蒙蔽。身边有一些当官的朋友，你认为他活得好像很滋润很风光，那个都是叫幸存者偏差。这公务员很多是普通公务员，实际上真的是很普通。然后你看到的那些吆五喝六的，吃香的喝辣的，前呼后拥的，这个就是混得不错的，但是他能不能善终都是个问题退休了说不定还被逮进去，你说图什么？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